留恋于理天之舒适自在。如若是先医邪教与二邓尔那个亦不肯再是林凡老母娘，若把先医先邪交给元胎佛子，则又没有一个肯将林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。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，饿了失踪脖子和影星全到了凡间。若天气寒冷，就这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，以御寒地冷。若肚子饿了，就取松子脖子吃；口渴了，就取清凉泉水喝。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，我至何时方把家还？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，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，悲伤地哀嚎叹息，纷纷问老母娘：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？母言答：三期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性清度佛缘。老母娘回答说：等到三期末节大开普度的时候，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，并且亲自来度化众元胎佛子，告一回家之路。家相信书皇母训子师戒以及仙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。众儿女心有一悲生大放为母，我且合同赋予。皇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，众元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，悲伤地放声大哭。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，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佛子，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。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。自此，我元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焉。从此，皇母之元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，点治理世界，或为男，或为女，并传递人间烟火。母子分各东西，好不难过。自此，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，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。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。唐李白骨风师名利图煎熬，安的咸鱼不。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，载每想而在世苦，母心难安。自三山托一别到现在，区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。自寅会生人以来，至今未知出，已将近6万年时光。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，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。一别千古，一别6万多年。今时夏运也至为母，降道差三佛半末后普度收圆，现在时运已经到了，为唤回在世间受苦的元佛子。老母娘降下了大道，指引众生回天之路，并差遣三佛办理末后一着的普度收圆。三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、弥勒佛、
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，不依人修道，任指真一人一出错，一理是良心，二行公了愿，天不能言，地不能语，人能弘道非道。